三鄉中心地段雅居樂最有性價比嘅單邊位別墅，睇下上下總共有3層嘅呢套建面咧係103方嘅。依家嘅話首期俾20萬，年供5200蚊嘅。睇下我哋嘅單邊位花園大唔大啊？空間咧450平方啊！而且呢邊咧可以做翻個改造空間，到時候咧將廚房、洗手間推翻出嚟，呢邊咧就可以搭建個長者房嘅，所以實用面積咧能夠160幾方，可以做到4房3個衛生間嘅。咁咪睇下我哋一樓目前格局先啦，呢個空間咧係原裝嘅，未改動嘅，到時候將呢棟牆打掉佢，然之後咧呢邊做翻個餐廳位置嘅，呢邊睇下一樓空間非常舒服啊！到時候呢邊咧就可以打翻個落地玻璃窗出去外邊，搭翻個涼亭喺外邊飲茶，非常之舒服嘅。呢埲牆咧都可以打翻出去，到時候背景牆咧就喺呢一邊噶啦。整個大廳空間咧係非常之舒服嘅。依家咧我哋上到2樓空間啦，而家係做咗2間房1個衛生間，每間房嘅採光面咧都係非常之好嘅。呢一間咧睇下空間咧都係非常之舒服，望翻我哋園林景觀嘅。3樓露台望出咧，隔離就係老細嘅莊園別墅啦。隔離咧呢度有個細花園嘅，呢個咧就係單邊位嘅好處啦，視野景觀咧非常之開闊嘅。3樓露台咧係接近20平方，到時候可以搭翻個陽光房喺度留衫係非常之舒服啦。呢個3樓咧係個主人房套間加個露台嘅，睇下呢個空間擺咗揮舞大床啦，入邊咧就係我哋嘅衣帽間同埋我哋嘅洗手間空間，都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呢度建面咧103方，上下3層嘅，嘅實用面積咧160幾方嘅，可以做到4房3衛嘅，實用面積咧係非常之高嘅。依家咧首期嘅話就係20萬，年供5200蚊嘅。佢門前咧呢個位置停車係非常之方便，仲有一個細花園嘅位置嘅。如果你最近都喺度關注雅居樂呢邊細別墅嘅話，呢套單位咧一定要過嚟現場睇睇啦，因為嘅係希捷嘅單邊位。大福公司咧就係喺雅居樂鎮華路呢邊嘅，睇樓非常之方便。睇樓嘅話記得揾大福。